分享阮摆系去平常嘅行业，大家生活上会用到嘅东西，像水桶嘅盆萝卜地、耕种嘅加拿火丝也都，如同分享有关。不过谈论时代改变，分享行业常常蛮黑的。睇某历史还存到一间分享店，87岁嘅老师傅阿祖伯唔判得一个数字乱嘅唔惊黑。 都见还系个无限，而作为各种老式等站茶馆呢，同容器也都归有老师米忙艺术方样。打熬后啊！下摆叫下木夹多啊吼，夹下米了咧，安尼。看下老师傅刘阿祖，佢所属嘅温暖各种工具，又厚又大，唔使技巧，就做好一个拍铁眼光嘅。 你们要还冇做空气做唔得，好，但是可以做空气。揾到冷嘢工作台，睇等東西愛比少多少少。阿祖伯先睇看只嘅蔬菜，過熱成陽酸，愛同表面前搶來，佢再用一個少多少少嘅東西，吞下調小軟，看到茶館嘅食碰嘅蔬菜。也看到唔辣手氣嗬，我比較配下。 阿祖伯点出作为60年客家一等站调嘅数字，看好你沙等同干脆对准，专心有生嘅看上去，一个老式茶馆呢就做好嘅。差唔多做1點2鐘哦。做1點2鐘。係1點2鐘，1點個鐘嘅，1點個鐘嘅。也是做叔叔嘅人。做叔叔嘅啊。係啊，做叔叔嘅。 今年87歲阿祖伯對18歲開始學做事誒，表面上調到傍晚，各種拍鐵的農用工具，盤頭拔嚟，仲可以用手工打草誒。也種個溜椒溜油嘅，就做啲種嘅溜椒溜嘅呀嚇，呀溜椒啦嚇溜油也做啲，也種嘅呢嗬，也種個椒角嘅嗬，而家煎布藥椒啊嗬。 煎布藥椒嘅硬嘅，什麼太早用啊？你搖，係啊，搖起來嚟食個嚇，又係搖嘅嚇。哦，也種嘅種田嘅試田講嘅嚇，也種田嘅，也種本看。我聽做帶樹枝工嗬，插秧嘅嚇，係見時係插秧嘅白秧嘅嘢。阿祖伯講，能做家下無店面。 我出種去人家囤人爭各種東西，十分辛苦。我所以把學我去，我就出咗，家下買開店冇，我也小嘅卡店學啊，你東西工具卡店，一家去，買我係我眼那依嘛都眼嚟做石桶嘅對哇，係啊，假如當乜喺當卡，盤頭鑊頭做下當卡。 冇好買咩？用到千多塊面面都補起來用。哦，頭擺一辛苦，一出廠一家嘅，也很多都一家去。爸爸很辛苦嘛，他可以說是白手起家的。那他做這種手工產品的時候啊，我們從小也是有幫忙過。像製造這些，還是要我們小時那時候就要愛玩的時候，就不能出去玩啦。 他還要幫着給他焊接，這些都是我們孩童時要做常做的事情。有手機也有水。好。用石頭樣啊你。
要是放落去哦，要水入落去，嗰也氣嗰啲出嚟都可以點多。頭擺係無天賦嘅時代，米家米夫就用瓦斯燈等戰火，阿祖伯未學會用嚟做。哦，日本時代做先到，日本時代卡專門做係啦，嗱農家人啦，解放嘢做無天賦嗰啲頭擺啊，叫做無天賦嘅做點啊你。也按多年來實現老式嘅東西，阿祖伯嘅手工燈盞真蠻受歡迎。大大細細各種造型嘅燈盞，看起來個古樸，大家看嚟真得意。硬嘅你學係跳實機啊，乜個形式，叫實機啦，自家做完樣個戲嚟。而家睇啲哈，就喜歡懷舊嘅哈，懷舊這個產品哈，老人家作品的人，這些人都會來買啊。還有呢，另外一種人是感覺很新奇哈，他會買回去裝飾自己的家具啦這些啦，這種人也會來買。阿祖伯對苗栗市最多700間婚紗店，做到長春嘅1間店。婚紗業沒落嘅，唔估計婚紗嘅總數一直冇停過。一日差尾係用嘅減20日做好一個絨毛工廠嘅模具，看過一日就說到位起。叫個絨毛嗬，絨毛焗出嚟嘅油嗬，我入入大籃坑啊，當大籃坑嗬，一大籃坑嘅時間，佢把一儲出嚟嗬。就用油出誒，油出誒可以係儲啊嚇，咪油水嚟咪嚇，做油水咪嚇，洗油儲啊，用阿嚟儲啦頭擺啊，用阿嚟儲出嚟嘅。民國40年代，阿祖伯逢到苗栗一等多人用絨毛油做冷卻機、婚禮機來賺錢。這蒸出來那個。蒸汽啊，到這裡過吼，比隨便油啊可以繞出去、繞下去、繞下去哈，有一個分油，那個分油的哈，水做水，油做油，我分開來。阿祖伯講內絨毛工廠嘅冷卻機用係均準，雖然一下做得講無人體用嘅，唔過而講就係愛做換後邊嘅款，換後生嘅做定認識傳統老生嘢。也一模做，也做也啲冇啊，你好看嘅，冇咧，所以我見我閒氣啊，做得俾人看啊你啊，因為買冇上講啊，做俾人看，所以陰風變到傍晚，手工換下嘅東西。單單就係一下生發度看唔到嘅，都係老頭擺生發嘅素養同見證。雖然手工婚紗本時代淘汰起嚟，日漸日沒落，阿祖伯還係堅持愛做到唔愛做。